我今日就同你講句真話，你每次行入賭場，以為自己係同運氣搏鬥，你連荷官對眼都睇唔到，你連佢哋換人嗰陣拍3下台係咩意思都唔知，你連點解1個鐘就要換人都蒙查查，你點同人搏啊？我經營賭場幾十年，可以好肯定咁話你知，荷官帶黑超換人，拍3下定時換人，呢3樣嘢全部係經過精密計算。賭場100幾年來用真金白銀堆砌出嚟嘅3大防線，一條防你贏錢，一條防你出千，一條防你睇穿賭場嘅底牌。你如果真係以為帶黑超係為咗有型，拍3下係為咗好意頭換人，係因為荷官攰，咁你輸錢真係一啲都唔冤。呢度係賭王智慧堂，我係何鴻燊。如果你想學多啲賭場背後嘅真相，學多啲有錢人嘅思維同管理智慧，和記得撳下面個訂閱掣，撳埋個小鈴鐺，我每星期都會帶你哋睇穿呢個名利場嘅真面目。第一個，點解荷官一定要帶黑超？我夠膽講9成9嘅賭客都冇諗過呢個問題。你入到賭場見到荷官個個帶住副黑超，你覺得好平常，甚至覺得幾型。但係你知唔知呢副黑超背後有幾多學問？真正嘅原因得一個，就係唔俾你睇到佢對眼。你冇聽錯，荷官帶黑超唔係為咗佢自己，係為咗你。準確啲講，係為咗唔俾你從佢嘅眼神裏面讀到任何資訊。我哋賭場訓練荷官，第一堂課就係教佢哋咩叫撲克面。無論你贏10萬定輸100萬，佢哋塊面都唔可以有表情。你贏咗大錢，佢哋唔可以笑；你輸到趴喺度，佢哋唔可以露出同情。點解？一係任何表情都可能俾你捕捉到資訊。你係一個精明嘅賭客，你可以從荷官嘅表情變化判斷佢手上副牌好定唔好。你可以從佢嘅微表情知道佢係緊張定係淡定。呢啲全部都係線索，但係塊面可以控制，眼神呢？眼神係最難呃人嘅。你試諗下。一個經驗老到嘅賭客，佢可以喺荷官望牌嗰一剎那捕捉到佢瞳孔嘅變化，可以注意到佢目光停留嘅位置，佢眨眼嘅頻率有冇突然改變。呢啲嘢全部都係資訊，全部都可以俾一個有心人用嚟判斷下一鋪嘅走勢。所以一副黑超直接將呢條資訊渠道完全切斷。你睇唔到佢對眼，你就冇辦法從佢身上攞到任何着數。呢個就係賭場嘅第一條防線，資訊封鎖。我成日都話賭場呢個遊戲從來都唔公平。賭場擁有嘅最大優勢就係資訊不對稱。和你以為你同荷官面對面大家平等，錯晒。佢知道你幾多，你落咗幾多注。你手風順唔順？你係咩玩法？你係新手定老雀？佢全部都知道。你知佢幾多？你連佢對眼都睇唔到。呢個就係差距。呢個就係賭場贏你嘅第一步。有啲人會問：咁荷官自己帶住黑超，會唔會影響佢哋自己嘅工作？會唔會睇唔清楚啲牌？我話你知。完全唔會，荷官受過專業訓練，佢哋對牌嘅觸覺同手感已經去到一種機械式嘅熟練程度，根本唔需要靠對眼去睇清楚每張牌，反而係帶咗黑超之後，和佢哋自己可以更加集中，唔會俾賭客嘅表情干擾到。呢個亦都係一個額外嘅好處。所以大家記住，以後你入賭場見到荷官帶黑超，你就要知道呢個唔係潮流，唔係習慣，
係一種精心設計嘅防禦機制，佢哋唔想俾你睇到任何嘢，因為你睇到嘅每一眼都可能變成你嘅武器。我再講深入啲，你知唔知呢副黑超嘅顏色點解一定要係黑色？因為黑色吸光可以完全阻擋外界光線反射，令到對面嘅人完全睇唔到瞳孔。如果係淺色鏡片，有時喺特定角度下，對面仍然可能隱約見到眼睛嘅輪廓，仍然有可能捕捉到一啲細微變化。所以賭場指定要用深黑色，而且要磨砂面，唔可以有反光。呢啲細節全部都係經過反覆測試，確保萬無一失。你唔好以為我哋小題大做，我話你知，以前未規定戴黑超嗰陣，真係有職業賭徒專門訓練自己睇眼神，佢哋可以喺荷官牽牌之前0點幾秒，憑瞳孔嘅擴張收縮判斷副牌嘅好壞。呢種本領唔係天生係練出嚟嘅，但賭場一發現就用黑超封殺咗呢個漏洞。你話係咪好高明？好，講完黑超，我哋講第二個細節，點解換人嗰陣要拍3下？呢個問題更加少人留意。你坐喺賭台前面，注意力全部喺啲牌上面，根本唔會理會荷官換人嗰陣做咩動作。但係如果你細心留意，你會發覺每次換人，舊嘅荷官一定會拍3下張台，新嘅荷官又會應翻3下。你以為係儀式感、係規矩、係傳統，全部錯晒。3下係一個信號，一個俾全場監控、俾賭場管理層，甚至俾其他荷官嘅信號。第1下代表我準備交接，表示呢個荷官嘅工作時段正式結束，佢準備將張台交俾下一手。第2下代表呢張台嘅狀況，我匯報完畢，表示佢已經將呢張台嘅所有資訊，邊個客贏緊，邊個客有可疑，邊個客手風順，邊個客係職業賭徒，邊個客可能出千，全部交俾下一手。第3下代表新嘅一局正式開始，表示新荷官已經就位，一切重新嚟過。呢3下係俾全場睇嘅，監控室睇到，知道交接完成。新荷官聽到，知道自己可以開始。舊荷官拍完，知道自己嘅責任，完結一套動作，3重意思。你以為係習俗，其實係流程管理。呢個就係賭場嘅第2條防線，標準化操作，零誤差交接。你諗下，一張賭台上面閒閒地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嘅籌碼喺度流動，如果交接嗰陣有任何含糊，有任何資訊遺漏，後果可以好嚴重。譬如舊荷官冇交代清楚，有個客已經贏咗好多鋪，手風好旺，新荷官一嚟到照常派牌，結果個客繼續贏，賭場繼續蝕。又或者舊荷官發現有客疑似出千，但冇清楚交代，新荷官唔知情，繼續同佢玩，結果俾人呃到一大筆。情況全部都係賭場唔容許發生嘅。所以拍3下就係一個最簡單、最直接、最冇得抵賴嘅確認機制。你拍咗就表示你嘅責任已經完成，你交低晒所有嘢，新嘅拍翻表示佢收到晒，正式接手。中間有任何差錯，就係邊個拍嗰下嘅問題，追究起嚟一清二楚。你知唔知呢個拍3下嘅傳統有幾耐歷史？我話你知，至少有過100年歷史，由歐洲嘅賭場傳過嚟，經過不斷改良，
變成而家呢套標準。以前可能只係拍2下，後來發現2下唔夠，唔和，因為第2下同第3下之間要有個確認嘅動作，所以變成3下。呢啲全部係經驗累積，唔係隨便定嘅。呢度我想問下大家，你哋有冇留意過荷官換人嗰一刻手風係咪真係會變？有試過嘅朋友喺下面留言話我知，隻和換完人之後你係贏多咗定輸多咗？我好有興趣知你哋嘅實戰經驗。好，我哋繼續第3個細節，就係將呢2樣嘢再加埋定時換人呢條規矩，3樣嘢夾埋一齊睇，你就會發現一個驚人嘅真相。賭場嘅荷官通常每個鐘或者1個零2個鐘就要換人，表面上嘅理由係怕荷官攰，呢個係事實。荷官工作高度集中，要同時處理發牌、找換籌碼、監察賭客，精神壓力好大。1個鐘左右已經係極限，再耐就會出錯。但呢個只係第一層，第2層就係切斷手風。賭台上面有所謂嘅旺台旺客，1個荷官對住同一班客太耐，會形成某種節奏。佢派牌嘅速度和佢洗牌嘅習慣，佢處理籌碼嘅方式，全部都會形成一種規律。1個醒目嘅賭客坐上半個鐘到1個鐘，就開始摸到呢個節奏。佢知道呢個荷官派牌有咩偏好，知道佢洗牌嗰陣會唔會有規律，知道佢邊個時候會稍稍放鬆警惕。和呢啲全部都係可以攞着數嘅位，換人就係打斷呢個節奏。新荷官、新手法、新節奏，你嘅順手即刻冇晒。和你啱啱先習慣咗上一位荷官嘅派牌方式，佢就換人新嘅荷官嚟到，一切重新開始，你又要重新適應、重新觀察、重新揾規律。呢個就係賭場高明嘅地方，佢唔會俾你有足夠嘅時間去掌握任何規律。第3層係最緊要嘅，就係防止勾結。荷官同同一個客對得太耐，會產生乜嘢？會產生感情，或者更糟糕嘅會產生默契。你諗下，和一個荷官對住同一個客幾個鐘，大家有講有笑，甚至有機會私下約出去食飯。呢個時候，如果個客話兄弟幫幫手，食和贏咗分你一半，你話個荷官心唔心動？就算個荷官唔心動，個客都可以透過長時間嘅觀察，掌握到呢個荷官嘅習慣同弱點。久而久之就可能揾到可乘之機。所以定時換人就係要防止荷官同任何一位客人建立太深嘅關係。你仲未同呢個荷官混熟，而佢已經俾人調走咗，你去邊度揾佢？就算你跟住佢去第2張台賭場嘅監控，一定會發現一個客跟住一個荷官周圍走，前和呢個本身就係極度可疑嘅行為。監控室即刻會標記你，甚至會有保安過嚟留意你嘅一舉一動。呢個就係賭場嘅第3條防線，成勾結切斷關係。你而家明未？大黑超等於切斷你嘅視覺資訊，拍3下等於確保零誤差交接。定時換人等於打斷你嘅節奏，加上防止勾結。3條防線，一條管你嘅眼，一條管個流程，一條管個人，層層疊疊，滴水不漏。你可能覺得賭場好神秘、好複雜，其實拆開嚟睇，全部都係管理學問。每一條規定都有佢嘅目的，細節都係為咗保障賭場嘅利益。你唔知道
唔代表佢唔存在，你唔留意唔代表佢冇影響。我講個真實例子俾你聽。好多年前，我哋賭場有個荷官，佢做咗好多年，手腳好快，客人都中意揾佢張台。有次有個中年賭客，連續幾日都坐佢張台玩百家樂，贏咗幾十萬，個荷官同佢有講有笑，慢慢熟絡咗。然而後來我哋嘅監控發現，嗰個荷官每次派牌嗰陣都會有個細微嘅習慣，就係如果副牌好，佢會稍稍將隻牌移近個客一邊嘅；和如果唔好，就會移遠啲。嗰個客觀察咗幾日，竟然俾佢發現咗呢個規律，於是佢跟住個荷官嘅動作落注，贏咗唔少。和好彩我哋嘅監控夠嚴密，發現咗呢個問題，即刻將個荷官調走，然後全面加強培訓，要求所有荷官派牌動作必須完全一致。黐啲啦，唔可以有個人習慣。你話如果唔係定時換人，個客同個荷官對咗幾日，呢個漏洞會唔會越玩越大？黐婆，所以換人唔單止係防止勾結，亦都係防止任何可能形成嘅規律被賭客掌握。又譬如拍三下呢個動作，有次我哋賭場嘅監控室發現有個新嚟嘅荷官交接嗰陣冇拍夠三下，結果佢漏咗交代一個重要資訊，就係有個客已經連續贏咗10幾鋪手風，旺到離譜。新接手嘅荷官唔知情，繼續照常派牌，結果個客又贏多幾鋪，和賭場蝕咗一大筆。從此之後，我哋將拍三下嘅規定寫到荷官手冊嘅第一條，任何人唔跟都要受罰。和呢啲全部都係真金白銀買翻嚟嘅教訓。講到這裡，我想問第二個問題，你覺得賭場最驚嘅係咩？係你贏錢嘢，定係你出錢？我嘅答案係賭場最驚嘅係你睇得透。點解我咁講？你贏錢贏得幾多？一個客贏100萬、200萬，對賭場嚟講係濕碎。賭場每日嘅流水係幾多？你根本想象唔到。但係如果你睇得透賭場嘅運作方式，睇得透呢啲規矩背後嘅邏輯，你就唔會再係一個任人宰割嘅傻客。你會知道幾時應該收手，幾時應該離場，和幾時唔應該再追。呢個先係賭場最驚嘅。你可能會問何生，你講咁多賭場嘅秘密出嚟，唔怕影響自己生意咩？我話你知，我何鴻燊做咗幾十年賭場，我深知一個道理，就係真正嘅賭客唔會因為你講幾句就唔去賭似嘅。但係如果佢哋因為知道多啲而輸少啲，甚至因為聽咗我嘅勸而唔再沉迷，咁我先對得住自己良心。我從來唔贊成過分賭博，成日都話你有得賭不如唔好賭，因為永遠都係賭場贏你，當你係去娛樂去玩下咁冇問題，錢和。但係如果你諗住靠賭博發達，我勸你趁早死咗條心。我講過一句好出名嘅話，就係我唔賭錢，因為我知道點解會贏，心理學和。但係我唔想知點解會輸。呢句話好多人都聽過，但係真正明白嘅人又有幾多？我唔賭，因為我睇得太透，知道賭場嘅優勢係幾咁大。我知道個遊戲點樣設計到對賭場有利。我知道就算你一時贏到，長期玩落去都一定係輸。所以與其去搏，不如唔玩。但係我明白，好多人入賭場唔係為咗發達，而係為咗一種刺激，一種娛樂。既然你要玩，
我今日就話你知呢啲內幕，等你玩得精明啲，等你唔好輸得不明不白。我再講深入啲，知唔知點解賭場嘅荷官多數都係後生靚女？你以為係為咗好睇，又係另一個精心設計。後生靚女容易令人放鬆警惕，見到個靚女荷官，你嘅戒心會降低，你會更加願意落注，你會更加唔想走。呢啲全部都係心理學嚟嘅。你又知唔知點解賭場冇時鐘？點解賭場嘅地毯咁花哩花碌？點解賭場嘅冷氣開得咁凍？全部都係有原因嘅。冇時鐘係要你忘記時間，唔知自己玩咗幾耐。花地毯係要你集中唔到注意力，你望住個地毯會覺得眼花，自然就會望返張台。冷氣凍係要你保持清醒，但同時又令你唔想喐，坐定定繼續玩。呢啲全部都係設計過嘅，你唔知心理學喎，唔代表佢唔存在。我何鴻燊今日同你講呢啲，唔係要你唔去賭場，而係想你知道你入到去係同一個點樣嘅對手玩緊。知得多啲，你就輸得少啲。我成日都同人講，你冇辦法同賭場對賭嘅，因為我哋會抽用過分賭博，未必有得贏。人們往往唔聽。我開咗幾十年賭場，不得不承認呢個行業的確令到好多人傾家蕩產。你以為我教你點樣贏錢？錯啦！我教你嘅係點樣輸少啲，點樣睇得透，點樣唔好做嗰個傻傻地以為自己靠運氣就可以贏到賭場嘅人。呢個就係賭王智慧。我諗起以前有個真實案例，有個職業賭徒好犀利，佢專門靠睇荷官眼神贏錢。佢練咗一種本領，就係可以喺荷官揭牌之前0點幾秒，從荷官嘅眼神變化判斷出副牌嘅好壞。佢靠呢招贏咗唔少。後來賭場發現咗，就全面要求荷官。大黑超呢個賭徒嘅絕技即刻失效，從此再冇辦法用呢個方法贏錢。你話呢副黑超幾緊要？拍3下呢個動作，又譬如拍3下。有次我哋賭場嘅監控室發現有個新嚟嘅荷官交接嗰陣冇拍夠3下，結果佢漏咗交代一個重要資訊，就係有個客已經連續贏咗10幾鋪手風旺到離譜，新接手嘅荷官唔知情繼續照常派牌，結果個客又贏多幾鋪，和賭場蝕咗一大筆。從此之後，我哋將拍3下嘅規定寫到荷官手冊嘅第一條，任何人唔跟都要受罰。呢啲全部都係真金白銀買翻嚟嘅教訓。你可能覺得賭場好神秘、好複雜，其實拆開嚟睇，全部都係管理學問。每一條規定都有佢嘅目的，每一細節都係為咗保障賭場嘅利益。你唔知道唔代表佢唔存在，你唔留意唔代表佢冇影響。我再同你講個歷史，你知道呢個定時換人嘅規矩係幾時開始嘅？其實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歐洲嘅賭場，和當時已經有類似做法，但冇咁嚴謹。後來美國拉斯維加斯興起，將呢套制度系統化，用科學方法研究荷官嘅疲勞曲線，60分鐘左右係效率同出錯率嘅最佳平衡點。少於60分鐘換得太密，交接次數太多，反而增加出錯風險。多於60分鐘，荷官開始出現視覺疲勞同判斷力下降，出錯率明顯上升。
所以60分鐘係經過統計分析得出嘅黃金數字。咁果和，你唔好以為係隨便定，全部都係有數據支持嘅。澳門嘅賭場沿襲咗呢套標準，再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微調，和變成而家大家見到嘅樣子。你話係咪好科學？所以話你以為賭場淨係靠運氣？錯啦！賭場背後係統計學、心理學、管理學，甚至人體工學嘅結合。你一個人點同成個專家團隊鬥？再總結一次今日講嘅嘢。第一，荷官戴黑超唔係為咗贏，係為咗封鎖你嘅資訊渠道，等你睇唔到佢對眼，捉唔到任何有用嘅資訊。第二，換人拍3下唔係儀式，係標準化嘅交接信號，一套動作3重，意思確保零誤差交接。第三，定時換人唔只係怕佢攰，更加係要打斷你嘅節奏，防止佢同你勾結。呢3條防線，每一條都係用百年經驗真金白銀堆砌出嚟嘅。你係去同嗰個系統搏，而唔係同運氣搏。我知道有啲人聽完可能會覺得，哇，原來賭場咁多機關拆和，咁我以後唔去啦。但係亦都有啲人會覺得，既然知道咗，我咪可以識破佢哋贏返鋪。我奉勸大家唔好有呢種諗法。知道咗只係代表你輸得冇咁冤枉，而唔代表你會贏賭場嘅優勢，係數學上嘅優勢，係長期嘅優勢。而你冇可能靠1、2鋪去顛覆佢。你真正應該學嘅係呢啲規矩背後嘅管理智慧，點樣封鎖資訊，點樣標準化流程嘢，點樣防止內部勾結呢啲嘢。唔單止賭場啱用你做生意，你管理人，你甚至係家庭入面處理問題都用得着。呢個先係我何鴻燊想傳遞俾大家嘅真正價值。你今日學咗呢啲，以後無論係入賭場定係做人都會精明咗。你會知道點樣保護自己嘅資訊，你會知道點樣確保交接清楚，你會知道點樣防止俾人利用。呢啲先係真正嘅智慧。以學和，我再補充多一個角度，就係呢啲規矩對荷官本身都有保護作用。你諗下，如果冇定時換人，荷官長時間對住同一班客，精神壓力好大，容易出錯，出錯就要賠錢，甚至被炒換人制度令佢哋有休息時間可以放鬆精神，和返到崗位又可以保持最佳狀態。同樣戴黑超唔單止防賭客，亦都防荷官自己唔小心泄露表情。如果因為一個眼神俾賭客捉到路，賭場蝕錢，荷官自己都要負好大責任。所以呢啲規矩係雙贏，保護賭場亦保護員工。和呢個就係一套成熟嘅管理體系應該做到嘅嘢。你可能會問，咁既然賭場咁多嘢防住你，係咪即係所有賭客都一定輸？咁講，我都見過有賭客贏大錢，但嗰啲通常係好運，或者係玩得好短時間，贏咗即刻走。你如果坐定定玩幾個鐘，和贏嘅概率會隨時間下降，因為賭場嘅優勢會喺大量局數之下慢慢顯現出嚟。所以如果你真係要玩，我俾你一個忠告，設定一個止損同止賺位，贏到某個數就走，輸到某個數都走，千祈唔好追。呢個唔係賭術，係紀律。和有紀律嘅人先有機會贏，冇紀律嘅人一定輸。呢個道理唔單止賭場做任何事都一樣。好，最後我想同大家講，
和我何鴻燊一生人睇過太多人因為賭博搞到傾家蕩產、妻離子散。我開賭場係生意，但我內心唔想見到有人沉迷賤和，所以我拍呢條片就係希望用我嘅經驗同知識話俾大家知呢個遊戲係點玩，等大家唔好輸得不明不白。你當係娛樂就算，千祈唔好諗住靠佢發達。如果你真係想發達，不如學下投資，學下做生意，嗰啲先係正路嘅。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覺得學到嘢，記得撳下面嗰個訂閱掣，撳埋個小鈴鐺。我係何鴻燊，呢度係賭王智慧堂。下星期嘅我會同你拆解另一個賭場唔想你知嘅秘密。點解賭場入面永遠冇時鐘？點解賭場嘅地毯咁花哩花碌？點解賭場唔俾你睇到外面嘅陽光？呢啲全部都係有原因嘅。到時見。